Hello，我係 Lo 啊！嗱，今次我哋又玩 battle 環節啦喎。今次 battle 嘅主題係咩呢？坦洲南部同坦洲北部，有好多人對於買坦洲佢都有佢獨特嘅理解嘅。坦洲南部咧就黐住珠海，真係一條馬路過去就係珠海市嘅香洲區，即係市區。價錢嘅話大概都係15,000左右一個平方米。咁如果去到坦北，即係比較有代表性嘅樓盤呢，就係叫做錦繡國際花城嘅新樓嘅價錢都係講緊10,000蚊左右，但係要揸多10零分鐘車喎。咁呢10零分鐘車爭嗰50%嘅價錢，你會揀邊度呢？嗱，我哋今日又嚟到請到我哋2位靚女啦噃，嚟耶！咁 battle 一下，咁我哋就聽下靚女有咩意見呢？OK， 咁我哋聽下 Lina， 你係支持邊個派呢？我肯定係支持坦南呢一邊嘅。點解？因為佢係最近珠海嘅一個樓盤嚟嘅，而且從呢度開車去我哋嘅公司喺南灣片區中信同樹坑嗰邊咧，大概就係幾分鐘時間啫。幾分鐘就翻到㗎啦？係啊。唔塞車咩？唔塞車。唔塞車。我幾時開嚟都係咁順路。Okay. 因為我哋嘅時間咧係唔一樣嘅。你如果係朝9晚6嘅話，係有啲塞。但係我覺得作為香港人嚟嘅，佢唔會有呢啲即係朝9晚6嘅時間，即係唔係固定時間咯。嘅時間係比較自由嘅，所以呢度嘅位置我覺得通勤時間同貼住港珠澳大橋係比較方便嘅。即係你覺得呢邊方便啲？係。呢度附近唔係仲有啲街市啊嗰啲？係啊，生活又方便啦。我之前去買菜嗰陣咧，我都睇到話2蚊幾一棵菜。哇！咁誇張？即係價錢真係好抵嘅，食又抵，咩都抵。行街咧？行街去優越城咯。大概1公里左右啦，揸車1分鐘，可能1-2分鐘就到啦。哇！你真係飛車黨嚟㗎。你時速喎。師奶啊！喂，咁你即係寧願揸多10零分鐘車，慳50萬啦。喂，咁可以慳50萬，可以做好多嘢㗎喎。其實同樣嘅配套，但係我可以慳到50%落嚟，50萬可以買個車位啦。我甚至乎可以買台大陸嘅車啦，可以周圍去嘅喎。其實講緊覺得可能坦北就係錦繡國際花城嗰個區域啦，遠啲其實行個 highway 1蚊雞可以慳10分鐘啊！因為而家係已經有好多條通道可以去到我哋嘅珠海，一蚊雞就可以慳10分鐘嘅時間，其實都係一樣嘅啫，我覺得咯。但係我可以慳50萬落嚟玩好多嘢喎。哇！即係你都幾知慳識儉㗎喎。咁你認為呢？即係如果多10分鐘你慳50萬，你會唔會去慳呢個錢呢？其實佢咁樣講，我係會有啲心喐嘅，因為50萬其實而家揾錢真係好艱難。但係呢，因為我喺珠海生活咗20幾年，我呢如果係只係考慮通勤時間嘅話，我可能真係優先揀呢邊。因為呢度去我哋公司幾分鐘，如果係錦繡國際花城可能都要20幾分鐘。即係差唔多吧，20分鐘吧。即係其實既然嚟得坦洲買樓，咁我可唔可以理解為唔想話脫離珠海個配套遠啲咁呢？係啦，即係坦南係更加接近珠海嘅，咁坦北呢就真係坦洲咗啲㗎啦噃。係啊，但係佢好特別嘅就係，對於返香港嘅朋友仔嚟講，係環境啦，都係好重要嘅喎。咁佢呢個樓盤呢，我好中意嘅就係佢有一個大湖景啊，就好似深圳嘅嗰個香蜜湖嘅一樣嘅一個同樣嘅環境喎。但係可能80-90個起，我就可以攞得一個3-4房嘅單位喎。我覺得呢條數係抵嘅喎。
即係你計數計落嚟，都反正嚇都喺香港揸車或者坐車都個零兩個鐘啦，都唔爭再多十零分鐘咁解啦，係咪咁？係咯，我覺得係啱嘅。其實每一個人選擇都冇錯嘅。咁你咧比較爭分奪秒啲啦嚇，唔想脫離珠海嘅工作圈、商業圈太遠，係啦。咁有咩事要趕住翻珠海或者去講句冇聽，可能話想去珠海啲大型少少嘅醫院啦，可能都會快人一步嘅，係咪？係啦。咁你咧就認為既然都嚟得坦洲買啦。咁再多十零分鐘可以慳到50萬，我呢50萬可以用嚟做好多嘢啦，你亦都冇錯嘅，係啦。咁你哋就認為咧，呢50萬你會唔會去慳佢咧？評論區話我知啊！